有民众伫咧网络野空讲，因一罐死的人死的拢是女性，去宜兰圆山一间出名的饭店浸肉体温泉，说是有一个查甫的工作人员雄撞入去，佮叫因赶紧离开。民众就批评讲，这大一暝咧要1万的饭店，竟然是发生这款代志。即阵这饭店是已经甲迄个员工洗头路，嘛答应讲会检讨工作流程。宜兰圆山一间真出名的饭店，去互民众伫咧网络顶野出来讲，伊甲3个查某朋友24早起，伫咧女性浴池咧洗温泉的时阵，雄有一个坐会查甫员工走入来，叫因赶紧离开。事当时大家咧浸温泉，衫也袂付清，看到有人入来是惊一跳，想袂到大一暗大1万块的饭店，竟然会发生这款代志。提告，一定会提高。对啊，一定。是啊，你会觉得这样的行为不太好？非常不好，非常不好。对，这样侵犯隐私。就是有女生去做进去女生的地方会比较有安全感，因为毕竟那地方是脱衣服的地方。实际访问民众大部分的人认为讲，伫饭店洗温泉拄到这款的代志，一定会真生气，而且会随报案。也若针对这个事件，宜兰警方表示，目前也无收到任何的报案。经过饭店的调查，代志发生的迄一天，是一个查甫兼一个工作人员，伫咧露天温泉区营业时间要结束进前，伫咧女性浴池的门口，甲因讲营业时间就要结束，请人客准备离开。虽然这个查甫员工讲，敢若去到门口2秒钟，不过根据监视器的画面，规个过程差不多7秒。我们昨天当下就已经即刻解雇了。我们的员工他认为说他只是进去喊了一声而已，对。那但是因为我们调阅监视录影带，他进去的时间大概有6到7秒钟的时间。饭店讲接到民众投诉了后，已经把这个查甫员工洗头路，嘛免拄这几个受害旅客伫咧饭店所谓的消费，要求露天温泉负责的主管大强化管理甲考核的机制，阻挡类似服务的疏失。未来若阁发生同款的问题，部门的主管嘛会连带处分。公司新闻宜兰报道。